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最近的非常闹热抢赢大台南关公城，伫40年后的现在，却面临可能会被痛毒的命运。今仔日呢，咱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因为大台南关公城，伊是起伫个排水的上限顶面，所以时间一久呢，就造成安全的顾虑。因此呢，台南市政府嘛决定讲，要伫今年年底呢强制拆除，但是呢却引起了摊商强烈的反弹甲抗议。到底应该安怎做，咱才会当兼顾着安全，佮兼顾着咱摊商，咱才艰苦人因的生活呢？咱希望呢会当透过今仔日的探讨，咱好好来沟通，找出解决的办法。今摆咱就来介绍今仔日甲咱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咱们来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市场处的王俊博处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好，接下来是台南市土木技师工会的徐允贤理事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是台南市议员李启维李议员。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王家珍议员。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最后这一位呢是咱大台南关公城主题会谢进新会长。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欢迎5位贵宾哈。好，咱的大台南关公城到底面临什么款的问题呢？咱先来看这段影片，让咱的观众朋友先初步来做一个了解。台南市南区盐埕大排因为污染恶臭地下化设立涵箱，在1983年，当时台南市政府却伫大排顶兴建大台南关公城，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8栋，全长807公尺。129担部分建物外墙钢筋外露，加上年久失修，市府经过鉴定有安全顾虑，决定拆除。不过，对着摊商来讲，4日当前，大家拢配合政府入来营业，至少开100多万来买，有建照、有私照，合法经营交租金，而且主题会嘛家己开钱，为请高雄土木技术工会鉴定，并无顾虑。如此一来，多数摊商认为市府无做好配套，就要拆。看来过去虽然省市长甲因高官翕相的留念是要安怎承受？对此，台南市政府表示，大台南关公城的设立有伊的时空背景甲政策目的，但目前现况已经无符合都市计划法，加上好多用地建物甲下面涵箱有危险顾虑。监察院嘛认定是摊商违法占用，提出纠正，所以市府决议规动建物拆除，提供辅导安置，配合摊商到其他市场营业，并提供优惠，互该地回归排水使用。当市民安全甲摊商的权益出现两难，徛伫安全是一定爱拆除，但市府如何甲摊商取得共识，绝对毋是摊地当解决。哇，所以可能真侪观众朋友会感觉讲，哇，怎么这么神奇呀、河道上面竟然可以盖这个观光城哦！但是这是有一个缘由的哈，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哦，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到底为什么当初会盖在这个河道上啊？而且呢，这3款到底敢有问题？来，处长。是的。其实，在民国70年代呢，那时候台南市的民族路有个夜市哈，可以说是相当的热闹。对。那也因为相当热闹，造成一些交通问题哈，也遭到这个民众的一个陈情。所以当时候的一个台南市政府，他为了要能够解决这些摊商哈，另外到一个地方安置的问题哈。是。那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要找一个地方来盖一个这个类似观光城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与此同时呢，当时候因为那个南干线大排它的水沟有这个脏污啦，也有一些垃圾污染的问题，所以当时候的台南市长苏南成他就觉得说，刚好是不是如果在这个排水上面打起这个基桩，然后这中间呢也放这些清流区的话，它不但可以解决这个排水脏污跟这个垃圾阻塞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在上面做一个观光城哈，这样可以也容纳这个这些让这些民族路的一个摊商他们有一个容纳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在当时他们就想说要在这边盖一个观光城。那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以同时解决这个下水道环境卫生，那也可以提供这个
摊商谋生的地点哈，所以当时就想说要在这边盖一个观光城哈，这是一个当时的缘由。那至于在产权的部分呢，其实要盖这个观光城的时候，其实当时市府的财务状况并不充裕哈，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说，就这个民间新建投资这样的一个方式，有当时的投资人他就跟这个摊商做一个募资的动作，然后以这个台南市政府的名义来做一个建造哈。那整个一个工程从民国72年开始建造，73年完工。那完工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提供这个摊商大概8年10个月的时间哈，可以来抵缴这个使用费的部分哈。那一直到民国82年，市府正式收回这个观光城的产权，所以这个在产权的部分是属于台南市政府，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好，所以咱展公当时就是因为一些时空背景，然后当下为了解决脏乱啊，然后也要安排就是在民主路的夜市的摊贩能够有一个安置的地方，所以才来设计个大台南观光城啦吼。但是呢，可能就讲善款的问题有互因备当的时间，但是时间已经到啊，迄个时阵的一直有讲吼，可能就是要拆除了，对不对？所以这呢，如果你同迄个时间安尼做。对咱的摊商到底有没有公平？可能我们的摊商他也有心里也有话要讲啊吼。尤其呢，就在日前，咱台南旗舰户有甲因讲吼，今年年底可能就要来甲因强制拆除的时阵，迄个东西吼，就是我们的摊商也有到市政府去陈情抗议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来听听看吼，我们就是会长代表我们这些摊商方面，你来讲一下恁的心声好不好？40当前吼。阮去的时阵啊，这40当前的广告啊，是全台湾全省第一座有中央空调冷气的市场，就是阮遐啦。对，我知。40当前哦。其实40当前我有去试过呢。好来，我那时候还很小啦，做细汉哦，迄阵有。好，内底拢有冷气吼。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那边真的很繁荣。不是安尼尔吼，佮兼下档伫遐大。迄阵啊，因可能处长伊可能也毋知影啦。阮咧当个是会当大遐，所以咧每一间拢有门牌号，拢独立的水电。我户口拢伫遐，从头到尾拢伫遐咧。这毋是干那做生意较大的问题。毋是讲8档10个月到，就政府要甲咱拆起，毋是安尼。政府因为伊拢无趁着钱，无可能拆起啊。8档10个月是互阮使用管理，8档10个月了，换市长收等于甲阮收租金嘛。一直收到差不多，应该差不多105年，105年吼，105年，政府同我片面解约，讲无要走完啊啦。我讲后迄个代志，咱一般甲民间就这个做厝嘛，无讲我无爱处理就无爱处理啊，到安尼，嘛得爱讲事情讲，拢无一声就我要不但按了开始打压。万一讲阮无咧做生意，万一阮遐脏乱，万一啥有诶无诶，拢找理由就对啦。找到即摆最近，伊即摆讲阮咧公安有问题啦。阮月做要招恁诶时阵，阮去甲陈情，伊讲无，叫阮去鉴定看卖。我去问台南技术工会，讲几百万，阮无法度啊。阮无法度，阮当去找高雄诶土木技师工会有帮恁做鉴定嘛，对无？结果鉴定起来。没有问题。这是鉴定报告。这两本就是鉴定报告。这么高两本。鉴定报告这里。这高雄土木技术工会。因为鉴定无问题，台南市的土木技术工会鉴定起来讲有问题，这我就唔知影。哇，安尼你讲着好，来讲着鉴定这点，其实即马呢，市政府想要来甲拆除哦，真大一个原因就是讲惊有安全的顾虑嘛，对不哈？所以来，我们请教处长哈，处长针对就是说这个鉴定呢，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就是考虑比较多是安全的问题，不止摊商的安全，然后民众如果去那边逛街啊、购物、吃东西的时候，也怕会有安全的问题，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市政府想可能就是有打算要把它拆除的一个原因，就是安全。但是呢，刚才我们看到说会长他们家己委托高雄的土木技术工会来给做鉴定，伊讲这是安全的，但是咱台南市这部分是要先由我们的由委托我们台南市的来鉴定，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是由那个理事长先讲，还是处长要先讲？我先补充说明一下哈。刚刚谢会长提到就是说这边哈我们。突然就是叫他们搬迁，其实这不是事实啊！因为其实从民国84年市政府收回来之后，那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这个观光城上面有许多的违建，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就跟他讲说要请他们拆除违建，甚至有一些通道都被占用了，所以我们都请他要恢复原状。那其实从这个85年一直到107年，
这中间呢一共也发生了5次的火灾。对。所以说我们这中间就是后来也因为这个建物逐渐老旧嘛，所以我们在107跟112年的时候，111年的时候，分别有2次委托这个台南市的一个技师工会跟结构技师工会，来对这个整个一个建物安全还有这个结构进行一个鉴定。那当时的鉴定，其实他们的一个鉴定报告都是说建议要拆除重建。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刚刚谢会长所提到的就是说他们是委托这个高雄市技师工会来做一个鉴定那据我所了解高雄市技师工会他们是也有做一个专心取样的动作。那时候他们是觉得说这个箱涵的这个氯离子是正常的。那个整个一个至于建物的部分，他们是说上面是用目测的啦，因为他是说目测是觉得说建物上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在107跟111。2次委托台南的技师工会这边做鉴定的时候，他们所出的一个鉴定报告都是说，箱涵的氯离子含量是超标的，而且都有钢筋裸露的情况。那整个一个那个土木的这个建物结构，它的变异性也是很大的。那为了要减轻这个整个箱涵的一个载重，他们也都是建议说，这个建筑箱涵上面的建筑应该是做一个拆除的一个动作。是，所以就是如果是处长这样讲的话，咱知影讲大台南观光城，伊除了讲就是因为盖在这个箱涵含羞颠边可能有这个危险以外，那它可能就是日积月累，就多少会有一些违建的部分啊，占用走道的部分，然后这可能也会危及到安全。那另外为什么这个高雄土木技师工会跟我们台南市的鉴定起来会有不一样？可能就是时空跟采样跟时间或是采样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再做个补充说明，就是说，那就是因为高雄技师工会跟我们台南这边的鉴定报告不一样，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函请这个高雄技师工会这边，他们再做一个确认。那他们事后在做一个确认的时候，他们也有函复我们，就是说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建物的安全结构是有疑虑的。是有疑虑，后来就是函复有疑虑。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请教那个我们台南市土木技师工会的理事长李署长，那就是您本身也有亲自到现场去嘛？那就要针对这个鉴定的结果、鉴定的报告，咱赶紧给咱的乡亲来说明一下让大家较清楚的了解。好，首先我针对刚刚谢会长讲的高雄土木工会的鉴定，其实我们鉴定主要就是委托的鉴定内容。那高雄工会因为报告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不知道当时委托的鉴定内容是什么。那我主要来针对，我这边有接受那个在107年呢，市场处有委托台南市土木技师工会来针对箱涵箱涵的安全来做鉴定。那为什么会针对箱涵？因为这个大台南观光城它的建筑物的坐落，它就是坐落在箱涵板上面。它的柱的基础就是箱涵的顶板。那我们查阅设计图，它箱涵顶板是37公分，就一个 RC 板那当时我们是进到箱涵里面去做取样，然后去做氯离子的检测。那氯离子检测结果大概都介于2.6到3.6，它单位是每立方公尺几公斤。每立方公尺2.6到3.6之间。是。那在民国83，我们那个中国国家标准 CNS， 民国83年的规定是0.6。是0.6才符合标准。对，0.6每立方公尺0.6公斤以下符合标准。那在87年又给它限缩到0.3。是。会更严格。就更严格。对，在104年，国家标准又把它改为0.15，每立方公尺0.15。所以我们现在的建筑物全部都要符合，它氯离子不能高于0.15，每立方公尺0.15公斤。那我们用就当时的标准，83年是0.6，那检测结果其实2.6到3.6，其实已经在我们的专业的角度，它看起来它已经远大于法规的规定了。那氯离子它是什么概念？氯离子含量高，就是我们俗称的海砂屋其实它也不见得是海砂，它就是这个钢筋它处在的环境，它可能那个当时的细骨材、粗骨材或者是水它有氯离子含量很偏高的情况。那钢筋在氯离子含量高的情况之下，它很容易产生锈蚀。那钢筋一旦锈蚀，它就会膨胀剥落。是。那我原来的钢筋的断面积，
它就会慢慢变小，甚至到有一些那个高粒子建筑物，它到最后钢筋可能会局部断裂。好，那钢筋其实它断面积它跟原设计它的强度需求有关，它断面积缩小，它可以提供的强度就降低。好，所以当时因为它这个在氯子这么高，然后建筑物又是在这个板上面，板上面，那时间更久，它可能会锈蚀的更严重。哦，是。好，而且当时我们鉴定的时候有派人下去湘涵，就这个大潭观光城建筑物底下，它整个都是纵向都是湘涵，有去纵轴，那纵轴也去做一些照相跟记录。其实里面像我报告书里面有一个附件很明确，就是很多地方都是钢筋裸露锈蚀，它情况也算严重那有100多处，总共算出来有167处。那这个钢筋锈蚀，你建筑物坐落在这个环境这个基础上面其实它是慢慢日积月累，它慢慢去锈蚀，慢慢去减少断面积。其实，它有朝一日，很有可能会瞬间崩塌。就是这个板，它没办法，钢筋已经没办法那个提供它的应力的时候，它这个板会瞬间崩塌。那因为建筑物是坐落在这个板上面，所以我们当时是认为说，这个是那个建议要把建筑物拆除，才可以就是维护安全。以上。哇，所以咱听到台南市土木技术工会他们鉴定的结果，那刚才咱隶属定位说明其实应该大家也听得懂。现在法规也越来越严，到现在就是每立方公尺0.15，但是那边的检验出来是2.6至3.6嘛那就为什么这样子？如果含量太高的话，会者行工这个钢筋呢？刚才讲到一句有点恐怖，就是突然间瞬间崩塌。那我们今天其实把主题定说，不要再成为第2个城中城。城中城就是我们也担心说但那是一个高雄的大楼，但是当时它是因为火灾火灾死了那么多的人，40几个人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希望避免那个悲剧的发生，有安全的顾虑我们就要注意。但是呢，咱得注意安全的东西。当然咱嘛爱替咱的团兄，咱这港口人到底何去何从，我们要来做个讨论嘛我们待会来请教会长，我们先听看民意代表。那我们先请教家珍议员家珍议员，你当议员很久了，20-30年了啦老资格。但是这个大台南观光城的问题其实有在议会讨论过吗？就我的记忆所及，我来自东区，那大台南观光城是苏南成市长时代所做的市政，也算是市政建设之一嘛，印象里面对这个案子并没有特别的记忆，那但是呢，我刚刚听包括土木技师、包括处长，甚至我们辛苦的谢会长，一直在为自己摊商朋友的权益在做该有的努力，很有感触不管我来自哪一区，作为民意代表，我们的角色其实都很清楚，充分的展现民意，让民众得到最大权益的维护。但是呢，这个维护一定有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说它的安全是要得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们非常盼望这个案子事实上已经争端蛮久的了。借着今天这个平台。政府拿出100%的诚意，协助摊商朋友能够得到一个怎么样让他们安全得到顾虑，然后呢，同时他们的身家财产以及他们未来的探假郎怎么样继续过日子？我觉得这些方面是我们作为民意代表，我们应该协助我们的乡亲的那政府拿出再多的理由都不能回避，要照顾好市民的重责大任。那同时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在于说，过去几十年前的法规，几十年前不管，因为苏市长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市长，我们大家都同意所以他当时有一些大手笔让我们现在都这个怀念或者是觉得说哇，这个后来的市长不如前面的。但是呢，沧海桑田随着时代的进步，各种建筑法规越来越严谨的情形之下，我个人会认为，我们盼望安全系数永远是所有的建物的最大考量。所以呢，在这个议题上面，政府
要拿出更大的。这个怎么讲？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善意，跟我们谢会长这边所代表的这些辛苦的摊商朋友们，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谈，让我们这些摊商朋友们，可以说，我适当的进退，不光是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而且呢，我自己身家性命安全呢，都更安心。我觉得这个才是政府该努力的方向。好，不要制造更多的纠纷了。那当然，我黄伟哲市长这边呢，我个人对他是有信心的。我认为黄伟哲市长不至于说就不理这个案子，硬猜还是如何做啊？这个经发局要好好的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让台南市议会看到了经发局为民服务、为民谋福利的一个成果。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对，没错。其实咱台南市嘛是有几挂所在，还有类似的问题存在哈。不过我们今天锁定就是大台南观光峡啊。其实呢，咱今天邀请民意代表做派邀请，就南区的当地的这些议员都请未来。结果呢，咱 K 委好大哦因为最有胆识啊。其实咱讲K 委他的爸爸是李文正议员嘛前议员，那他对这个事情也很关心。之前呢咱会长你去市府顶前的时阵李文正议员看咱李 K 委议员，弄到现场甲你相听嘛所以K 委来讲一下，就是说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其实像我细汉这出世大汉，我那伫国民厝体遐啦。其实我那就是伫观光峡遐附近所以其实那观光峡有很浓厚这个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啦。像今仔日我嘛有炸一寡这相片来就是当时观光城这个很繁荣繁华，我老的滚滚。其实像今仔日现今他们那边也是这个，你看这个动线嘛这个也是都。也是一些名店这个对，来这个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就是也是都还是很热闹啦，大家都很爱去那边那个品尝美食啦，还是什么等等的其实观光峡这问题像头个处长有讲到，迄当时就是要解决这个这大牌污染啦，佮加这这个拖环的一寡问题啦其实如今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功能还是都没有改变啦这嘛会当替政府增加税收带动地方的发展可谓是地尽其用啦其实是伫台南其实不止观光城这个地方啦，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也是这个时空背景的一个演变，也是早期在这个排水箱涵还是什么丁敏有做一些迄个建盖因为有可能要处理一些的一个问题这其实有拢是合法的嘛就是拢有建桥、输桥、门牌号码这嘛是当时政府的一个政策奖励投资这个人家因这拖环嘛是拢安尼相信政府来购买，头我会长嘛有讲到这一号迄种时阵，迄百外万迄是做大意的呢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情形这个我觉得政府也不能完全都不认账啦大家单凭一个说安全的一个考量就要给他们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理其实因为也陪伴过他们就是一些经历啦也包含刚刚会长讲到的这个高雄土木技师工会他们的一个鉴定像刚刚我们台南市土木工会的理事长他也亲自做出他们的一个鉴定其实这个专业上都很尊重不过他们这个鉴定报告顶面其实伊嘛是有去讲到啦讲其实像一些剥落的是不是也可以尝试就是用修复改善的像现在的这个技术也都非常的一个发达嘛是不是可以当然啦做啥物个较好的一个处理安尼啦就是说其实这我是希望因为站在民意代表的一个角度，我也是希望因为我们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服务我们的人民嘛政府那些思考爱互大家有一嘴饭吃你讲观光峡拆掉是不是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其实附近的居民像那个在地的里长他之前提出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计划他也很清楚，观光城拆掉的话，遐台湾处长有讲，遐的水沟大白，除非你就日新溪要有做一个整治嘛，无那个一定是环境恶臭臭气冲天。我是感觉观光峡拆掉，凡是迄个市政府就去随去迄个因遐大香槟牌的住户绝对也叫人抗议的啦。无规个那个当初也是要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你观光城拆除是不是安尼会有个较好的一个发展呢对这些店家也没有
这个陪伴他们走过的过程中，也没有说很有诚意的一个配套安置的一个配套动不动就要这个收回拆除搞得大家安尼心惊胆战安尼无先做生意这有人家讲较白咱政府在做代志，咱爱留寡互探听的啦这不能，难道这个会让人家不好的想象啊？说真的心中都有财团尔吗？看不起人家探家人吗？要安尼改这样子做这样子的处理赶尽杀绝，我觉得这个应该政府应该要更有智慧一点爱和它做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可以创造地方摊商还有我们市府这样三赢的一个情况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啦。是，对，所以其实大家拢希望讲咱今天来探讨这个议题，是不是有办法找出一个又顾到安全，然后又顾到我们摊商、咱港口人就是你的行外购的对嘛爱互你满意是不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咱嘛来听看会长的看法啦会长你拄则听过咱在场来宾讲的了后，大家拢考虑到安全的顾虑。来，你即马就是讲，我甲你好问一下目前呢，咱大台南观光社佫有偌济咧营业？目前差不多有170，原底规划是204户嘛。嘿。即摆话就是讲话做了袂使，或者是讲另外有发展的，伊就放弃啊。即目前应该佫剩有174户啦。佫有174户咧营业对。但是恁即摆的生理甲应站比起来，应该有差当然，我讲咧有差是安怎咧，就是安怎咧，就是拢互政府恐吓咧嘛。互政府恐。以前啊，等下甲你讲围路啦，等下甲你讲安那啦，讲到要拆啦。一寡人拢唔敢来投资嘛，所以就对就愈来愈没落嘛。当中理事长讲，迄危险啦，我请教一下这条商行毋是干那阮观光城顶悬咧搭尔呢，有经过新兴路，有经过新浩路呢。迄逐日就伫刷一车伫遐弄来弄去呢，迄是毋是有咱拆起来？迄敢要拆起来？这个部分拄则其实市委议员有问到，伊讲是不是我们在安全的顾虑上有办法？现在的技术有办法把它加强吗？所在，跟车咧行的所在差足多。我们请教一下那个台南市土木技师工会理事长，是如果用补强的方式，有办法达到安全吗？因为他现在里面钢筋锈蚀也算蛮严重，就是锈蚀蛮严重的。对。所以要补强要会做多爱心书的，就是说你换钢筋，经济效益到底那个还要再评估。所以经济效益可能要付很大的一个。我质疑就是说，我们人在走给新兴路车咧弄，车几啊百，赶快去大马危险对，也嘛危险嘛。你们问到这个市场处的处长，这个办法。定大车拢咧出。当你车你看刚刚区偌济车咧弄，伊都袂安那，阮遐袂安那。阮咧人咧行，每平方公分可以载重500公斤呢。对。每平方公是这么小呢？对。迄人咧行有可能来讲到火烧的代志。对。阮咧是1楼的呢，毋是像伊咧城中城12楼以上呢。对，他那个是比较多。阮咧是1楼2层就对啦。你若知影讲阮观光城的结构就对啦，是足简单的嘛。4鱼条啊，起哩顶悬铁柱嘛，迄也袂放落来啊。迄若讲有空出来，有讲哦，会惊要包落来。921大地震就对啦。阮遐都无放落来，若放落边仔遐国铁拢放了了啊啦。会长，你迄大概是发生过5届火灾啊？不止5届。不止5届哦。不止5届，伊是安那是安那拢无造成人亡的伤亡，因为安那。我那4空八达人走了出来啊嘛，迄也毋是讲人住伫楼顶，就爱走楼梯，也是讲安那拢无发生人亡安那嘛，迄就是讲因为这阮咧4通八达的人走了出去啊，你咧，都毋是像迄大楼讲足危险的，阮咧也无迄落，无迄落所在袂火烧的啦，我毋敢讲，若要讲危险的就对啦，咱台南市，我比一个例啦布萨咖喱嘛，迄入去到底你毋知要安怎出来的。若真正火烧，你敢知样撞出来？你毋还要走倒去呢？伊的动线跟伊的动线乱七八糟，你底下前物件一只，迄边上等你毋知伫对经呢？你行袂转来呢？真正呢，阮咧走双面临路嘛，4通八达人撞个就出来，较有地危险的。迄袂大你也看，你两边拢路嘛，你即摆做迄两边拢路嘛，中有通道。对，两边开起来人走就出去，你看安尼会危险吗？
好，安尼会长，你讲迄个钢筋的问题，顶悬是铁柱扭的嘛，铁柱也毋是讲会绑落来会去跌死人。迄根本连除非互我讲的，违章我嘛有甲处长因讲过，违章的恁要听我无意见。我家己本身也有违章，我迄个嘛讲，要听我会先听，我会长会先听，安尼人就无话啊。对不对？你违章你家己听你唔听，你造成这样的问题，这爱怪政府，袂使怪我嘛。因当作是有派管理员伫遐咧管的嘛，管理员是咧管啥？管啊，互人违章，对不对啊？这是伤害负责。是好，所以会长即马就是讲吼，可能市政府伊嘛是有因的考量，伊请人鉴定之后真正有危险，你讲要甲伊补强吼，可能访问过理事长，伊嘛感觉讲，这可能要开足侪钱哦。哇，这要甲保护强吼，达到安全的标准，可能开钱足麻烦。但是恁即马吼，该当甲大家讲一下，你们摊商这边、自治会这边，恁的意见是安怎？刚有可能讲你们搬迁，但是要好一点的安置的一个条件，还是说你们就是？打死我都不搬。恁即摆立场是安怎？好，大家了解一下。这民不与官道啦，阮安那真也是建输赢啦，但是危险当然因做官人因会惊无头路啊，万不了出代志着啥物负责？这我当跟处长讲着这个问题。对啦，安全较重要。但是你安置的方法，就是讲阮拢无介意，伊要甲阮安排去迄种台湾市场啦，迄个本安市场二楼，迄个无人要做的所在。好，伊已经讲较摆那倒市的所在，你要佮叫阮去，规去叫阮去跳海好啊，对不对啊？所以如果安置好，你嘛是有可能讲会当搬。你我找一个所在，就像较早，伊要赶民族路，赶去小北啊，找一个所在，互伊去重新营业。佮毋是干那，毋是干那民族路尔呢？较早金华路，那较早有个协进街啊，协进街有那是。路那个摊贩都摆在路中间，有特要赶呀，嘛是甲赶去开湾旧市场咧，嘛拢先找所在去甲因安置了，较赶的嘛。阮遮因咧拢违法的摊贩咧，阮这算入来算合法的咧。阮这合法的，佮自用，阮用钱买的呢，一斤拢几百万买的呢。我的意思讲，你著找一个台南市，比如讲阮南府就近的市场用地，阮去啊。个定新个起一个类似观光城安尼嘛。那我来问一下处长，处长，对，讲吼，现在针对我们大台南观光城这些摊商吼，你们的安置计划如何？但是他们觉得说，你拢该安排去一种生意较不好的市场呢，敢有这个情形？是的，我想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哈，刚刚那个会长说。这个当时候，他这些观光城的这些摊铺位是他们用钱买的啦。其实这个当时的契约应该是签订的很清楚。那我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有提到，那时候就是由这个投资人跟这个摊商来募资嘛。其实这个募资的钱就是抵8年10个月的租金嘛。就是抵那个租金。对啦，所以应该会长有点误解啦哈。那另外就是说，会长说他们这个是合法的摊商，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要赶他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箱涵跟建物的结构是有安全的疑虑的。对，我们是基于这个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考量，我们不希望说有这个憾事的发生，所以我们才希望说他们赶快去做一个迁离的动作。那当然，在做迁离的动作，其实我们市府也提出了这个相关的一个安置措施，我们尽可能的能够帮助他们啦，包括就是说，如果里面有弱势的话，我们也都有协助这个。请社会局去介入，帮他们安排这个相关的一个安置的场所。那如果他们有需要就业的话，我们也会请劳工局去做一个就业的媒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当然你要请他们搬迁，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找到公有市场比较跟他们相近的地方哦，比如说像这个保安市场啊、开元市场等等。那其实因为虽然说里面是有一些这个空的摊位，但是我们是考量到说，他们原先在这个观光城是铺位嘛，所以我们也是有考量到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里面的一个摊位改成一个内铺位的方式，方便他们来做一个进驻。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南区湾里市场，我们大概这1-2年会进行改建，我们也是希望说改建后的一个湾里市场。如果说有多余的这个空铺位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把它容纳安置到这边来。所以在这个部分再加上就是说，如果他们愿意搬迁的话，我们可以给他说一定期间的一个免租金的优惠，或者是说协助帮助他们在这个搬迁的一个生产器具方面，我们免费帮他们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费用支出。其实市府都有替他们考量到，也都有尽最大的善意啦。那当然有时候
不见得说我们所提出的安置方案都可以100%让他们满意，但是至少我们市府也有尽量考量到一个摊商的权益。那当然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就是说，这个人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哈。我们不能说这边现在没有发生事情就觉得说都不会有事情发生。而且我必须要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其实整个建筑在100年左右，那时候其实整个建筑的状况就不是很好了哈。所以我们那时候陆陆续续其实有跟他们讲说，这个整个建筑的这个状况不好，而且有时候他们现在真正在营业的只有66家，很多都已经是做这个仓库啊、工作室或住宅使用，所以这个有安全疑虑，我们早就都跟他们讲说要赶快尽速来做一个搬离。对，那可能现在在咱团商方面，你感觉讲，甲恁安迪的吼，迄市场的生意较无好，恁去做较不适合。那刚才会长有讲到说，有可能在另外觅一个地，然后盖起来嘛，这可能很大的工程，对不对？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其实在去年的4月19号跟今年的2月2号，我们都有跟摊商他们做一个开一个沟通的一个协调说明会。那当然我们因为市府提出的这个安置方案，他们不是很满意嘛。那后来我们就有决议说，我们请他们在我们开完会1个月内请他们提出最多三样的安置方案给市府，我们这边来做一个研议。那当然，刚刚会长也有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去找一块地啊，让他们再去做一个新建，再去做一个营运这样子。那如果到时候他们提出来的话，我们内部再研议这个可行性。所以就是会长有可能会当研议看卖哦，咱个另外找一个地。所以他这么处长讲。要去管理吼，我昨有和处长讲啦，管理原地因咧就满，伊袂当，阮遐无可能容纳阮遐济嘛。遐尼济，爱分开就对，爱分散啦吼。对啊，这第一嘛，第二我今仔要先甲处长讲议一下啦。你搁减一个阻力啊啦，昨我咧甲伊讲的老伙仔惨死啊啦。哎呦。迄3台拢住伫遐啦，昨我去参处长讲，我去讲着伊啦。是摊商有摊商。减一个阻力啦。啊，无就对啦，昨顿下就听伊死啊，过世了吗？凝死的啦，凝死的，你听无？就是敢若烦恼讲，大概呐，伊个90几岁啊，大概呐，市长来公文去，啊，就迄台死人啊，愈有真生，要安怎？真生要讲，你安心啊，大无代志。啊，我心肝咧想讲，反正还袂听你就死啊，你啊真正昨就死啊，啊袂听。90几岁老先生，有那是恁的摊商的对。对啊，伊个算第1代，第2代、第3代拢住伫啊。这处长因拢知影啦。没啦，这处长应该是感到难过啦。对，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大家理性一点的来做沟通啦，哈。但是就是对啊，那90几岁了哈，就是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个事情，也许是他的遗憾啦哈。但是我们是心里其实也是非常难过。那我们希望今天咱给咱来当好来探讨哦。那拄则处长一定有讲的啊，就是毛可能咱南区找一个地，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哦。所以其实市政府做希望和咱的团兄弟后面好好来做沟通。那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事件啊，在监察院有提出弹劾，对不对？那针对这个弹劾，可能我们也需要来了解一下处长。是。我想那个监察院它是在106年对我们市政府提出纠正，那纠正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在整个观光城里面有违法的一个增建跟改建嘛，是。另外就是说原来的一个营业使用项目都不符合了，还有就是说这个都已经租约到期了，为什么还继续占用？那诚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在100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发现相关的这些问题，包括建物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有劝说他们要赶快来做一个搬离的动作。那整个市府到105年3月31号，租约到期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跟这些摊商来做续约嘛。是。那既然没有做续约，其实从105年到现在113，将近8年的时间，其实我们都陆陆续续，不管是发函或是口头，我们都有跟他讲说要尽速搬离。尤其在107年跟111年，我们又做过这个安全鉴定之后，的确是有这个安全的疑虑所以我们这期间其实并不是说都放任他们在那边都不管他们，其实我们都有考量到安全的一个疑虑。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能够尽速让他们搬离，当然我们在107年的时候也有跟那个台南地方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啦。那当然无非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说他们如果说不是真正在这边营业，那能够赶快去搬离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安全上的一个疑虑的发生那另外我们也是为了说能够对整个一个建物的安全能够定期去做一个巡查，所以我们在去年3月的时候，
我们有联合这个公务局啊、消防局啊、警察局、卫生局等，还有我们市场处等等，我们都组成一个安全的联合巡查小组哈。那从去年3月到今年2月29，也已经进行了10次的巡查。那如果这中间有发现有比较安全疑虑的地方，我们都会随时来跟这个摊商做一个告知的动作。好，我想吼，咱市场处处长做有诚意要和大家来做沟通啦吼。好，啊，咱今仔日来拄仔讲请到吼会长到来现场吼，啊嘛有几位吼陪同会长来现场，啊当然咱的记者嘛到大台南观光社现场去采访一寡摊商，看看因听听看他们的心声哦。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们怎么讲的。观光社伫遮一定营业。今年第40档啊，按阮顶一代，阮老爸老母的手接落完到即马，阮拢一直踮来咧做生意。目前阮有请土木技师来鉴定，这嘛是安全无虞所以讲，伫即个情况下，政府要甲阮强制拆除，我感觉讲有一点无介合理啦。你讲阮遮有危险，这内底公文内底拢有写，就是讲这会当去改善就好啊嘛，是毋是？补强就好啊嘛。你今仔日你讲你有问题，要甲阮拆除，毋过你也甲阮安导好势啊。你甲阮安导讲要叫阮去一寡倒市的市场，你安尼才有理，是毋是？你市场你连任了啊，你无压力啊？你安尼对阮这市民，安尼敢对？阮需要有一个人流的地方，然后。他既然要给我们，就是要重新再开始这个部分。他没有任何的安置，然后只是想要说坦白了，是被给我们造孽。嘿，他只是想让我们走，他也不管我们后面的生计。安尼是北通很多里面的一些老的住宅的老人，他们本身伊是差不多40-50岁，哎30-40岁就来遮拍拼。你拍拼了，你到尾啊时阵，伊的青春都奉献伫这个当然是从风光的时阵啊，最风光的时候。可是他奉献完了以后。他没有地方可以去，这点我觉得是市政府他必须也要考虑在里面的。我觉得那个更优先，他总是不能说闹出一些事情了以后，这样开始讲再去做一些检讨的部分啊。台南市长伊就讲阮观光城讲了久啊，危险，迄是伊的讲法啦。啥物叫做危险？危险你即摆你先爱补强啊，是毋是讲观光城要咧存在无？阮咧有时用到时啊，遐少年继续济呢。这个你台南要安怎发展？下摆讲阮这个没落啊，讲这个讲啥物讲，阮占着伊市府的地，当时台南市政府先起个啊，安尼无你市政府先违法，毋是阮违法的，是市政府违法呢。你讲为着发展啥物货？观光城要摕你好势的配套咧。我感觉是。爱互宣引啦，繁荣再管辅导互繁荣起来。因为你讲遮危险，也无要卡掉，若要阮赶走，对阮来讲是一种损失，对市政府嘛是一种损失。因为阮这算起来，真正民度还是有啦，观光客也是蛮多的啦。所以你也要拆掉我是感觉足无采。搁再要去找一个遮尔大的所在反映，真正足歹找啦。哇，所以咱有听到其他摊商因的看法在地即马伫遐做生意的其实拢做唔甘啦。毕竟伫遮安尼有诶啊40几档啊，尤其咱会长你是一开始就伫遐嘛，所以讲要甲遮拆掉搬去别位，其实不管是啥物人拢会感觉唔甘其实即马目前为止到迄搭。伫迄搭生意还阁算是袂歹啦有时阵阮嘛是会加减要去遐食寡物件、买物件所以会长，咱即马来讲一下啦就是讲其实安全的顾虑，我们有听到就是数据嘛即马建筑法就是愈来愈严格咱嘛是爱考量着讲咱政府嘛是有政府的立场啊，我们不能容许说有一点点的疏失，然后就让那个不幸的事情发生。所以因嘛有立场但是你嘛有你的立场，所以今仔日咱希望讲透过理性沟通，听看你的立场安怎，咱来找出一个解办法，好不好？所以会长来，恁主要的诉求是啥物？咱头先讲的是拢讲过去啦但是咧就是讲，你为着要当然你。要赶阮走，当然你要有理由啊，无理由要哪赶阮走。但是头先阮也讲足济啊，诉求嘛足济啊。对。其实
当然啦，伊即马法规要伫河道上起是应该袂起这啦。对啦，即马法规不是。你若讲要补强，应该无问题嘛。而且我即马咧讲，我南区到目前也无大型的，我咧算商店街呢，迄毋是。迄算歹运去到市场主管的变菜市啊，我那个是菜市啊咧，我那是商店街呢，林路店商店街呢，佫毋是伫迄内底呢。哦，伊应该政府是爱安怎你感觉？较用心的爱来遐甲辅导，用我做一个迄个，人啊外国人来吼，拢会想要去遐行的所在较对呢。哦，你嘛当做一个美食街啊，啥物拢会当。啊，因敢若惊代志啊，就我警告夫妇，讲迄敢若像吼。你要甲遐证据磨灭掉安尼，当甲夫妇的都拢无证据安尼，迄个意思，哦对不对？安尼你看这人较会服的，一定袂服的嘛，对无？啊，所以若要吼啊，我讲倒转来，你伊即摆讲阮占用，啊是我讲我是因占用，甲阮占用的，因占来做完咧，甲阮收租金啊，到今拢逐个月拢咧收呢，毋是无收呢？哦，伊讲这什么账用补习，但是阮依伫阮的领地来，共款咧收租金嘛。哦，共款嘛，就处长租金还是照收嘛，对不对？照收。现在不叫租金了，那不叫租金嘛，那叫做使用补偿金，因为那个依照是名义便宜了嘛，相关法律的规定，名义便宜嘛，其实拢共款。要有这个租金，好。啊，无议员你看咧，那摊商就认为他们还有在付租金。等于咧收租金，敢会讲名义甲你变成名义讲安尼，这个都补偿金。所以会长，恁即摆意思就是讲，希望就是讲，看是要就地，啊，改发展互伊较好，啊，来用补强的。啊，是讲找一块地，互恁做伙伫遐做生意。哦，恁即马诉求是安尼嘛？那我们也听听民意代表的意见来起位。就是讲吼，这头会长讲的，这嘛是一个方式啦吼。其实像这光像今仔咱咧讨论嘛吼，其实大致上也都相当的清楚了解啦吼。对。像啊，我是认为吼，咱政府咱徛伫一个比较是非对错吼啊公平正义的一个立场哦。像因这公共城呢40档来一路行的吼，因迄个市民啊拢家己安尼。伫安尼惨淡经营，那底下拍拼，虽然有起有落，每当安尼大富大贵，但至少也求那些摊贩就图一个温饱嘛。啊，其实对社会无公额嘛，有苦乐啦。只要拜托吼政府卖找的麻烦吼，其实因啊甲门面稍作整理吼，他们是很有信心可以让那个地方再活络起来。吸引年轻人来进驻，成为台南最有特色的一个商店街嘛，可带动周边的一个经济发展。啊，像今仔日咧讲到就是讲，处长因一直的想法就是讲要市场吼，啊要改这个安置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因迄不是菜市啊呢，因迄不是市场呢，因迄东西的定位就是那个店家商店，就是一间一间的店铺嘛。你咧黑白道的那个给卡比给的疙瘩，这个大家怎么可以接受？所以你讲我们政府嘛是讲啊，真正有心要处理要改善这个问题，咱嘛是爱靠有诚意的嘛。你怎么可以拿一个迄个市场的格位，你讲要去甲换商店家，嘿啊，照咱的财产咱嘛无愿意。对啊所以这又加上那边。未来这个南巴嘛，就是探索蚂蚁那个商城他们整个要来投资其实在临近我觉得那边是很有未来的一个潜力，可以整个带动再让那边再繁荣起来的这其实这有做这种方式让来那个地方可更加的一个活络啦。对，然后所以感谢几位议员的意见我们市场处这边也可以听一下，来听一下嘉珍议员你的意见呢？我希望说我们政府是有诚意来解决问题的那解决问题的一个大前提是说，应该顾虑到摊商朋友他们的需求政府的存在当然是为人民服务，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政府要不厌其烦的不断的沟通再沟通包括李议员他刚讲的，也许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不是决绝的说我非要拆观光城，拆这里不可嘛。当然我说过，土木技师他的一个专业报告会是值得参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凭证是，如果我们补强相对的经济效益不够理想的话，是不是摊商朋友愿意为了长治久安跟政府去商量去谈判帮他们自己找另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是顾念到他们可以存活，可以继续去探价哈。那像南区，它未来的可发展性，坦白讲，我觉得是很大的。南区的可发展性是很大的，不像我自己的东区，我觉得就比较挤了一点啊。南区其实相对的腹地以及这几年的一个未来性，我觉得是可期的啊。所以呢，昨天跟会长谈了个把小时，我觉得会长他们是非常明理的啊。他有他自己的we could很委屈的地方，但是他也可以听得进去，说，是不是我们确实有安全疑虑？在我们要考虑到不光是他本身，包括其他摊商朋友，他愿意这个承担作为会长的一个角色责任的话，就希望为绝大多数的摊商谋求他们最大的安全系数，对，以及未来可以生活下去，可以吃一碗饱饭真的来讲说，这些年他们到底赚了大富大贵？不好意思，我想是绝对没有，只是呢，总是刚刚私下听会长讲他过去的辛苦自己的夫人在那边洗澡，他也是在外面守着这个冬天睡哪里，夏天睡哪里就干扣了。对啊，太干扣紧就干扣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将心比心，同理我们乡亲他的委屈，我觉得政府不要用硬的，应该要更柔软一点，跟他们再谈。拿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当然我也希望说会长这边愿意写一些意见，譬如说我听到处长告诉我们说，要求是不是我们会里摊商朋友们愿意写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诉求，好像到目前会长还没有拿出来。我会建议会长白纸黑字写几个意见，譬如说你要把我们迁到哪里去，譬如说如何。或者甚至不好意思我们就很务实讲，如果我们都要被赶走的话，难道不该给我们一些搬迁费吗？不该去顾虑一下我们这么多年这不是把我们说赶走就赶走了。我认为政府不可能那么无情无义，抓着所谓的安全把它道德绑架。我们当然都重视安全，安全绝对是回家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可是其他在安全考量之后，也要顾虑到摊商朋友他们整个几十年的感情，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哇，这个会长听到咱嘉珍议员讲的有讲到会长的心声要体谅一下我们港口人哇。会长就已经在现在就有点流眼泪，有点激动。那我们先来听听看理事长啦，来那个土木技师工会理事长，你是有听到我们在场的就是大家的表达，然后可能你也看过很多类似的，可能你们去鉴定有类似的嘛？那你觉得说这个方法有没有办法原地重建然后把它补强？当然你说要花很多钱嘛，你讲一下你的建议好了。是，好，有关于刚提到这个补强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它这个香涵，因为这个大太阳观光城它就坐在香涵的顶板上面，对，那这个香涵本身就是一个高氯离子构造物，高氯离子构造物它再怎么补强，它一样是高氯离子构造物，还是一样，它的材料没有改变，所以它的钢筋还是持续在高氯离子环境当中，就会锈蚀，所以它锈蚀其实还是会继续发生，所以你补强经费花下去，它一样是在进行式，所以我们在安全的考量上，我们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就是建议来做拆除？好，那第二个，因为它这个是通水断面的香涵，你在里面做补强，势必也有可能会减少通水断面。那这个跟它减少通水断面会不会造成那个上游淹水？其实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议题，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是。那现阶段我们政府为什么针对一些建筑物，假设建筑物它是高氯离子建筑物，其实它就是鼓励民间去拆除重建，所以它用容积跟减免税金来做一个鼓励的措施。所以遇到高氯离子，其实补强，我们认为它的环境还是高氯离子，它都是持续在进行。对，好，那我们也知道理事长的建议啦，来会长，我知道你做港口，因为我知道你压力很大，一排的就是所有摊商的，对啊，摊商对他的寄望都在会长的身上，你压力太大了。来，你今嘛的赶你就代表摊商啦，把你们的诉求一次讲出来。
我昨天就有跟处长讲了嘛，就是说，如果那是安全的考虑吼，无法度能解决，吼，就是爱找一个所在，互阮过去来营业嘛。是。哦，我有甲讲，伊讲处长讲，我这开做的钱呢，这够我掏。我有甲讲，无，即个恁土地恁做完嘛，阮地上要阮家己去啊。安尼啊。好，所以即马这是恁的诉求啦。系啊，阮家己去吼。好。安尼起来。较医疗容易啦，安尼即马地上要阮的嘛，土地因的嘛，就是迄落纠正院的啊，纠正院地因的啊，地上别人的，伊我拢袂管讨啊，对不对？安尼毋是拄啊好上好，看因买无啊，叫市长，所以市长就这伊当毋敢记我，这当个是市长甲我答应的啊，结果即马搁要听。有给你答应，他是说暂缓诉讼，不要采。对。伊这当个是鉴定也无代志，伊就讲 OK 啊，即马伊即马毋免连你嘛，所以伊就无咧主导啊。对啦，对啦，市长可能也有他的一些难处啦哈。我即马讲你听哦，这就对啦，伊无爱选啊，咱别人去要选的哦。哦，我讲你听哦，你。较早国民党咧做，拢会找所在，人即马民进党诶拢无。我讲，即马我讲你听，迄个议员，你爱注意，我讲即马愈来愈看票愈来愈少。哇，压力大了。好，所以这个是咱吼，就会长代表我们摊商方面的诉求，呵。所以处长有听到了，来，我们最后让你做结论，好不好？然后就是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多少有一点成效嘛，对不对？来。我想那个观光城成立到现在也40年了那能够成立到现在真的也不容易。那当然，整个摊商朋友的一个感受，我们大概也能够理解啦那诚如我刚刚所说的，其实整个租约在105年3月31号其实就到期了。那到今年为止，其实也过了8年的时间啦那这8年的时间，其实如果说可以就是说去补强、去重建的话，我们当然是乐见。但是我们从很多一些比较专业、客观的数据来看，这边真的比较不适合再重建了。而且我必须要说的是，它现在是在河道用地上。河道用地上本来大概以现在的一个角度来看是不可以再盖房子的啦所以这个部分也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强迫那个摊商朋友去拆迁，而实在是基于很多一个考量，包括这个人身安全跟建物的考量不得不的做法。那当然，诚如刚刚那个嘉赞议员所说，我们政府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能够持续跟民众来做沟通。其实我们市府就是本着这样的立场，所以我们在今年2月2号的时候，在跟那个摊商朋友在做这个沟通说明会的时候，虽然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有诚意的请摊商朋友们在提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接受的一个安置方案到市府这边来，那我们会再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评估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台南市政府绝对是会以最有诚意的一个方式来帮这个摊商朋友来做这个相关的协助。那当然可能从长远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要做一个拆除啦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摊商朋友们能够尽量来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来提早来做一个搬迁，那我们市府这边也会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协助。那整个一个安置方案，我想我们大家可以来做一个讨论啦那如果说到最后，如果说有一个定案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这个整个摊商朋友能够配合市府的政策来做一个相关的搬迁。好，谢谢处长所以其实咱今天讨论的来咱也干嘛讲经过专业嘛，我们土木技师工会等等然后一些监察院可能有弹劾等等，我们咱怎样讲可能大台南观光城它确实会有安全的疑虑存在那可能要做个处理。但是呢，我们后续咱的摊商，咱这艰苦人，因的生计怎么样去给他顾好，咱来给他顾好啊这个方面呢，咱市政府买好他可留。那我觉得处长他真的非常有诚意，从邀请他上节目到现在，他都一直说很想要帮我们的摊商朋友来解决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这样理性的沟通，然后也表达意见了，处长也有讲了。好，那我们希望说今天节目之后，我们可以陆陆续续，我们会继续追踪我们要好好的来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在议会也当然拜托2位议员也来帮忙，好不好？和咱今天的市民朋友嘛有听到讲大台南观光城它这个缘由啦，然后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我们摊商怎么办？好，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也提供一下意见。嘛，感谢咱今天的观众朋友收看，更加感谢5位来宾到咱节目当中，谢谢你们，谢谢。好，市民时间这波咱就直接过一段了，咱再会。